提名嗰一刻，我係睇緊直播嘅。當刻我都好感動，因為衛詩雅係我入行以嚟第一個嘅戰友。喺呢個行業入邊，我覺得除咗我太太啦，最明白我嘅戰友就係佢㗎啦。所以喺今次宣讀嘅時候，係由佢把口嗌我個名，我覺得別具意義。今次我更加了解咗自己。咁啱喺接呢個角色之前，自己身體亦都遇到一啲好古怪嘅問題啦。咁亦都因為呢個問題，佢令到我有時間去認識自己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我覺得將自己某啲嘢清空咗。我覺得將個角色將阿健可以好完整、好赤裸咁樣去注入咗落我自己度。係我入行早期嘅時候，一位前輩，佢就係同我講，做一個演員唔好怕不被看見，因為你拍嘅嘢其實係有鏡頭去記錄低嘅。咁你嘅努力係終會被看見。我一路都保持住呢份初心。